咁今日咧就未即係講下尾啲呢個川普停戰嘅呢件事情係嘛？咁停戰呢件事情係咪指住伊朗停戰咧？咁佢到底喺度俾邊個做咁樣一個停戰咧？哦，今日呢個係啊，亦都係個大事啊！我哋都等緊呢個伊朗要今日俾美國一個回應。嗯呢個都係喺今朝早嘅時候，盧比奧喺意大利訪問嗰陣同大家講嘅。伊朗呢會對美國提出嘅建議嘅，今日呢會有一個正式嘅回覆。結果到而家呢，我哋等唔到伊朗嘅回覆，反而等到咗川普宣布停火3日。但係我哋要明白呢個停火3日呢，其實並唔係單純針對伊朗，而係更加針對緊目前嘅俄烏戰場。因為之前呢，我哋都見到呢，澤連斯基其實已經正式向外界發出咗一個警告，話要帶紅場閱兵嗰陣呢，我哋嘅武器都會參加。嗯，因為普京講嘅今年嘅大型射擊啦、汽車或者車輛啦、設備嗰啲都唔會上去，睇貨啊都唔上去啦，都唔上去啦。個時間跨度縮細咗，亦都縮短咗。冇錯，所以咧好多人講話呢個係取於呢個叫咩老太太過年啦。嗯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呢個所以好恐怖嘅一個狀態，甚至而家都有人講話，而家普京大部分時間都係匿喺個地堡入邊，唔同外邊接觸，偶爾就錄咗片，然後播俾大家睇。其實澤連斯基話佢要喺閱兵嗰陣令烏克蘭嘅武器出現個紅牆，咩意思呢？即係話其實想襲擊咗，無論係用無人機定導彈，其實佢都真係有能力咁做，所以好多人都好緊張。俄羅斯呢邊呢，亦都係話會準備好報復。嗯，可能包括呢個高超音速導彈。係所以呢個呢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緊張，話呢個會發生一啲更加呢個激烈嘅事情。係啊，會唔會升級啊？甚至嘅話，呢個如果講真係將佢俾打成啦，或者打嘅太丟臉啦，係啦咁。琴日都幾嚇人，普京就向駐咗基輔嘅多個國家領事館發出通知，要求佢哋要盡快撤離基輔。由烏克蘭撤走。由烏克蘭撤走，係俄羅斯呢個國家通知其他國家嘅使館，所以你就見到啦。如果我哋估下澤連斯基真係將佢哋無人機飛到紅場上空，令到普京好咗面，甚至令成個俄羅斯人民都見到佢話你咁無能嘅話，嗰普京似乎我就要摔天台，我就要摔酒杯啦。所以琴日其實我就喺度睇，會唔會呢到底點算呢？我真係冇諗到川普出嚟嗌咗個停火。對，所以嘅話，川普喺度講呢個。俄烏戰爭將喺5月9號、10號同埋11號停火3日。嗯，俄羅斯咧會慶祝勝利日，指佢就係二戰勝利日。烏克蘭都會慶祝，因為佢哋都係二戰嘅重要一部分。今次停火呢，包括會暫停所有軍事行動，雙方仲會交換1000名戰俘。呢個請求係我親自提出嚟，我非常感謝普京同澤連斯基同意。希望呢個可以成為佢哋呢場漫長、慘烈同埋艱苦戰爭走向中短期終結嘅開始。關於呢場自二戰以嚟最大規模衝突嘅談判仲繼續緊，我哋每日都向住目標邁進。多謝大家關注呢件事。其實呢個係特朗普發布咗個大消息，咁我哋見到澤連斯基都幾搞笑。澤連斯基喺上面就表示話，我哋係就係準備停火，仲發布咗個時間。跟住佢又發咗個咩類似東京西都呢個北緯咩咩咁，把紅場嘅坐標嗰個坐標非常準確嘅坐標都公開嘅出嚟，話我喺呢個地方到時唔會打擊。其實如果假設我哋幻想下，如果真係好似之前咁，雙方普京同澤連斯基互相威脅咁，如果一旦出現呢種情況，佢會係一個咩局面？咁呢場戰爭，烏俄戰爭恐怕就會有一個重大升級。對美國嚟講，特朗普喺呢個時候叫停，話你哋都俾我面子，邊個都唔准喐。咁樣做，無論係從戰略上定係從全局上，點解佢非做不可？因為佢唔想升級。嗯，因為而家就係中國人講啊，大人打人不打臉，對對對，就係你說實話，你如果希冀紅牆嘅話啊，A2戰術上其實咧佢嘅效果咧真係冇嘅，你喺軍事上都冇咩用，尤其係嚟講佢嘅武器裝備都冇晒。就係一班人喺度操練行過去，可能旁邊有大堆人圍觀，叫下喊下咁啊。所以如果真係發生咩事嘅話咧，呢個你只會話係心理上有衝擊，政治上嘅衝擊都好大。對俄羅斯嚟講咧，呢個面真係丟唔起。所以佢嘅意思好明顯，你如果咁樣做，我就打基輔。
甚至唔排除佢可能會用咗大當量嘅炸彈，一啲爆炸品去打基輔，會唔會用到戰術核武器啊，或者其他嘢，就真係難講，因為佢呢個威脅係好現實嘅一件事。一旦發生嘅冇事，呢場戰爭就會升級，呢個係特朗普好唔想見到嘅，咁所以佢乾脆親自出嚟，企喺中間，大聲叫停，我冇叫停，邊個都唔好再度將軍嘅叫啦。一開聲就話你睇呢幾日邊個都唔好再打邊個啦。我哋睇慶祝呢個戰爭勝利，呢個戰勝利過節啦，你睇兩個都係贏家啦，啱唔啱啊？80年前我哋都係一家人啦。戰壕入邊一齊作戰嘅盟友，跟住佢就叫佢哋交換1000名戰俘。呢個都算係一個人道主義嘅體現啦。雙方都打咗，各自都放翻啲人出嚟。係啊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敏感嘅關鍵時刻。如果呢個時候有咩風吹草動，好有可能就會令戰爭升級。因為其實俄羅斯真係丟唔起呢個面。而且最近呢，烏克蘭其實都幾勁，佢用無人機轟炸咗人哋嘅郵輪、戰艦同埋港口。係啊。最近呢，其實我哋都見到，包括我見到佢哋嘅地面機械人部隊都搶咗唔少領土，反而俄羅斯嗰邊就冇咩進展。呢啲要怪馬斯克。點解啊？講到呢個馬斯克呢，其實佢當時就係專門為咗星鏈呢個系統，特登整蠱一個所謂嘅白名單出嚟。佢哋做嘅意思其實就係話，淨係得嗰啲由佢親自賣俾烏克蘭官方嘅星鏈設備，先至有資格可以上到嚟呢個名單。咁樣嘅設備先至可以正常用到佢提供嘅星鏈服務。佢以前嗰段時間呢，情況就係俄羅斯嗰邊其實都用緊星鏈啊，咁樣佢哋發射無人機或者做指揮，各方面都好方便。但係而家呢，佢突然之間就成咗個廢鐵咗，結果而家佢使唔到啦。而家所以佢實際上戰場上係呢種叫做結節嘅失利，大概呢段時間係損失咗唔少嘅領土，雖然唔多，但係佢呢個對佢戰場上嚟講呢係個萬萬尷尬、萬丟人一件事情。其實今日係5月8號嘛，喺川普除咗叫交戰雙方停火3日之外，佢仲自己發咗一個貼，呢個貼就係今日朝早大約11點左右發嘅。佢就講到，佢就用總統令嘅方式，當我哋慶祝第2次，佢就要公告啦，總統公告啦。當我哋慶祝第2次世界大戰勝利日嘅時候，我哋慶祝美國喺歐洲對暴政同埋邪惡嘅重大勝利。呢個係由我哋武裝部隊同盟軍嘅力量所帶領。1945年5月8號，納粹德國嘅鐵腕被粉碎，勝利嘅消息席捲我哋偉大嘅國家同全世界。呢一刻標誌住自由歷史上嘅決定性轉捩點。由傳奇喺諾曼第海灘強襲到布爾吉戰役嘅嚴寒之中艱苦防守，無數美國士兵嘅勇氣將盟軍嘅事業帶到北非沙漠同西歐森林，直到納粹政權嘅力量崩潰瓦解。佢哋嘅犧牲，加上國內數以百萬計男女堅定不移嘅決心，將暴政壓制到盡頭，亦為盟軍喺差唔多4個月後對日本帝國取得壓倒性勝利鋪平咗條路。爭取自由嘅戰鬥付出嘅驚人嘅代價。超過25萬美國人喺對抗納粹政權嘅戰鬥中犧牲咗自己嘅生命，佢哋應得嘅犧牲提醒我哋所珍惜嘅神聖自由係喺犧牲之中鍛造出嚟，必須喺國內外都堅決捍衛。等我哋一齊緬懷佢哋，同埋數以百萬計因為國家社會主義暴行而失去生命嘅無辜靈魂。當我哋慶祝美國獨立250週年之際，我哋要延續佢哋嘅遺產，確保我哋嘅武裝部隊保持世界上最強大嘅力量，隨時準備好捍衛我哋嘅主權，對抗任何威脅，並且守護住佢哋嘅英勇去捍衛嘅自由之火。所以我唐納德 J 特朗普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根據憲法同美國法律，呼籲我哋權力特此宣布2026年5月8號為慶祝第2次世界大戰勝利日作為見證。我哋喺我僱主2026年5月7號，亦即係美利堅合眾國獨立250週年，再次簽署咗呢份文件。我睇過呢份文件，入邊包含咗好多層次。我而家全文讀俾大家聽，因為而家伊朗戰火仲未停，而今日為止呢，美國媒體包括而家仲喺度講緊川普係咪會點嘅情況之下，我覺得佢成篇文都好有意思嘅。總統令當中呢，佢傳遞咗非常之多嘅一啲信息。13，你聽咗我頭先全文讀咗佢今日呢個總統公告之後呢，你覺得川普喺伊朗嘅呢個角度上會向佢哋大家所擔心嘅嗰樣呢去 tackle 咩？呢個
首先講佢呢個公告啊，其實講幾好，好有力量，好 powerful 啊。伊朗呢個事情我唔認為美國點解要退，亦都冇必要去退，退咗對美國亦都冇乜及時嘅好處，只維持現狀係最簡單嘅，又唔使打仗，又唔使死人，反而可以搞到對方好慘。依家據講伊朗已經開始向海盜導油，呢個消息已經喺埃伊格島個附近。啱係呢件事最後會點樣冇人知啊！但我唔覺得呢個油一旦倒出嚟呢，可能印度洋沿岸嘅國家會好緊張，仲有歐洲同亞洲嘅國家都會好緊張。咁當然對美國人嚟講，呢個都係一個道義責任啦，睇下點樣處理呢件事。不過喺成件事入邊呢，我最滿意嘅就係佢話呢日係二戰勝利日。咁我咪即係因為5月8號佢哋就話打贏咗啦，但係中國人嗰陣時仲未贏，中國人仲要打多3個月。嗰個原子彈都仲未掟落去。係啊，中國人要等到8月15號先至算。係8月15。8月15號，日本天皇發布停戰呢個叫做終戰啊詔書係咪？到9月3號先至喺密蘇里號上邊簽日本停戰協議，嗰個先至係最後真正日本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嘅日子，係咪先？所以佢嗰陣時叫二戰勝利日。但係我哋中國人聽起嚟心裏面酸酸嘅，起碼我酸酸嘅嚇，唔啱啊！我哋仲未打完呢，我哋仲喺度打呢，係嘛？呢個係呢個，所以我就聽到有咁個感受。咁其實近代嘅甚至咧，我哋講過去1000幾年嘅歷史嘅記載咧，基本上係歐洲人寫嘅。所以佢嗰個視覺嘅話咧，經常就係按照歐洲人角度，佢嘅呢個有時就缺乏咗一種大局觀嘅感覺咯。尤其係二戰，你其實打到佢嘅地步係咪先？我覺得其實喺呢個講法都幾有道理啦。呢個邊個講法有道理？係山定係川普？川普啱唔係？係山講得有道理，係山有道理。啱啱我有道理，唔係川普有道理。你哋而家從地理上嚟講，好似咩中東、遠東嘅，對中國人嚟講呢啲係咩嘢？係咪先？其實每個人都係以自己為中心去諗世界，我哋都係佢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啦。你對眼就長咗你個頭上，梗係用你自己為中心嘅角度去觀察世界啦。對美國分析呢個世界，對美國二戰停立，對美國人嚟講的確係咁樣。當時我哋睇到全美國上街有沸騰嘅時候，終於停戰嘅時候，佢係喺呢個時候開始噶嘛？唔係美國呢個1945年呢個時候呢，仲喺沖繩島上面打定係死非常之慘烈，好慘烈啊！打得非常之慘烈啊！沖繩島上面打咗1個半月啊！對，你睇人哋俄羅斯5月8號已經咁多年啦，紅場勝利紀念遊行啊，川普今日講咗，你仲挑咁啲毛病就搞唔好呢？你除咗你之外，好多人都要到川普呢個鎖。有人都知道日本肯定要輸，但係日本準備咧全體總預稅，即係話要打預備戰爭。咁即係美國人計一計，佢打完沖繩已經死咗咁多人，如果要打日本本土，究竟要死幾多人呢？佢哋估計要死100萬以上，即係傷亡100萬。所以杜魯門就冇，不如直接掟原子彈算啦。最後就真係掟咗2個原子彈。當時就係佢嘅情況，確實好慘烈。不過對中國人嚟講，呢場戰爭就到咗呢度，9月份先正式結束。所以後尾日本最後投降嗰陣，你睇翻嗰個時代雜誌，最出名就係有個水兵喺街度睇住一個女仔，2個人一齊錫，嗰個就係日本投降嗰陣嘅情景。嗰陣時呢，冇事。今日係5月8號，但我哋見到呢就係冇宣佈嘅，美國都係勝利日。同時呢，有3日停戰，佢其實呼應咗或者係同俄羅斯一直喺度舉行嘅工廠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咪？其實就係為咗俾雙方一個落台階對。我覺得其實美國嚟講嘅話，佢其實唔清楚，佢清楚乜嘢啊？你話俾我聽。咁多年都冇去過，都唔清楚。其實就係為咗俾雙方一個下台階嘅機會。特朗普都唔希望再爆發更大規模嘅衝突同戰爭。而且咧，其實咧，佢都希望雙方可以更加點講好呢？至少可以減少死亡啦。其實呢個就係特朗普在意嘅嘢。所以之後我哋見到就係澤連斯基咁在意啲咩呢？咁就要提出呢個要求。咁你搞一次戰斧交換啦。所以雙方後來其實都各自交換咗1000支戰斧。呢個就係澤連斯基希望達到嘅目的啊。
其實今次呢場戰爭啊，我哋啱啱講到咧，其實你講到入邊啊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自動射擊武器咧，喺以前喺戰場上從來都冇用過，大規模冇用，今次係第一次。烏克蘭戰場上邊，蘭戰場非常之有效，冇錯，非點非常有效，而且咧居然係無人陣地守住咗俄羅斯一個營嘅進攻。呢個以前從來未發生過，無人陣地，即係話基本上成個陣地都係自動射擊武器，跟住咧就靠嘅感應器、靠鏡頭、再靠 WiFi 同衛星指揮，然後噼啪啦咁直接打過去。對面俾打到好慘，喺烏克蘭呢邊就係靠無人射擊武器、靠無人機打贏嘅。呢個戰力對未來戰爭嘅啟示真係非常非常大啊！我相信而家咧，大家都想派人去嗰度觀摩隊去睇呢個事情點樣設置嘅。4年啦，烏俄戰爭從烏俄戰爭第一次係使用無人機，而家咧又第一次使用咗呢一種機器人嘅咁樣一個，以後就係機器再殺人咯。你知道嗰個台灣？台灣嗰個有幾個重要嘅海灘旁邊都係有冇人射擊武器，全部都部署咗啦，就係嗰種。咁佢哋邊嚟嘅？係自己研發嘅。自己研發嘅。台灣都好勁嘅。好勁嘅，咁就係嗰個即係挖個窿係咪？然之後咧就將啲武器同彈藥塞入去，然之後如果對方佢攻擊，佢一睇個掣就彈起身喺度就開始打，全部都係靠自動瞄準、自動掃描咁樣。當然佢自動化到咩程度我哋就唔知啦，但係佢真係有呢樣嘢，所以對於嗰啲密集營靠人衝鋒嚟講啦，呢個真係好大威脅，呢個威脅真係太大啦。咁所以而家呢啲消息不斷咁公開出嚟，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你唔好搞事，我哋大家都用實力嘅互相威脅，唔好真係打仗。如果唔係，我應該將我哋王牌武器收埋，唔好咁早俾人知，等人哋唔知點應對，係咪先？都係好似孔子講嘅必日石乎。即係話大家如果真係要爭啲咩，不如佢把劍攞入個壺度睇下邊個贏啦。以後乾脆話呢塊地歸邊個，點打一場足球就算數啦。邊個贏咗就歸邊個啦。而家大家都不斷咁蓋啲武器出嚟晒冷，你有咩我有咩，